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2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0篇，民数记17章第1节到11节，彼得后书第3章第1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天新地。来降节期，我们期待的是上帝的应许降临，使我们能够脱离目前的窘状。那日子，主的应许都将要来到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他必定要实践他所赐下的应许，让在困境当中、苦难当中的人民得以迎接新天新地的来到，蒙受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但是要领受上帝新天新地的应许呢，就必须要有所改变，就是必须要回转到上帝的面前，领受上帝的话语，遵守他的诫命。民数记17章第1节到11节记载了以色列人领受了上帝的命令，可是他们却仍然有悖逆之人充满在他们的当中，因此必须要引以为戒。经文说，上主对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给你12根杖，由每一支族的领袖拿出一根，上面写着他自己的名字，要把亚伦的名字写在代表利未的杖上。每一支族的领袖都有一根杖，你要把这12根杖带到圣幕里，放在约柜的前面，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。我所拣选的那人的杖会发芽，这样我要使以色列人不再埋怨我，不敢攻击你们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，每一支族的领袖都给他一根杖，共12根。亚伦的杖和其他的杖都放在一起。摩西把所有的杖放进了圣幕，在上帝的约柜的面前。第二天，摩西到圣幕里去的时候，看见那代表利未支族的亚伦的杖已经发芽了，不但发芽，还长了花苞，而且开了花，结出熟的杏子。摩西把所有的杖拿给以色列人看，他们都看见了。各领袖把自己的杖拿回去。杖主对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放回约柜前面，要保存这根杖，作为对背叛以色列人的警告。如果他们继续埋怨，他们必会死亡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做了。在彼得的书信彼得后书第3章第1节到18节提到了这个初代教会基督徒欠缺的那种纯洁的心智，要让基督徒们记得古圣先贤的教导，然后进一步的认识并且领受上帝所颁布的命令，离开私欲，迎向上帝所赐的新天地。经文这样说道：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2封信。在2封信里面，我都提醒你们这些事，来激发你们纯洁的思想。我要你们记得古时候圣先知们所说的话，以及我们的主
救主借着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必须知道，在这末后的日期，有些人受私欲的支配，会出来讥笑你们，说：他不是应许要再来吗？他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祖先都死了吗？一切还不是跟创世之初一样吗？他们故意不理会上帝在太初用他的话创造了天地这事实。地上是从水和借着水而形成的，旧约的世界也是由水，就是洪水所消灭的。现在的天和地也同样的凭着上帝的话保留下来，要等着不信的人被审判，被消灭那一天，好用火烧毁。可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在主眼中，1000年如一日，一日如1000年。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，迟迟不实践他的应许。相反的，他宽容你们，因为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却要人人悔改。但是主再来的日子就要像小偷一样的来到，在那日，诸天要在巨大的声响当中来消失，天体在烈焰当中来烧毁，大地和万物都会消灭。既然这一切要这样的毁灭，你们应当做哪一种人呢？你们应该过着圣洁敬虔的生活，等候上帝的日子，竭力加速他的临到。在那日，诸天要被烧毁，天体在烈焰中融化。但是我们在等候上帝的应许的新天新地，在那里正义常驻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既然你们等候着那日子，就应该要在上帝的面前竭力的追求圣洁，过着无可指责的生活，跟他和好。要以我们的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，正如我们的亲爱弟兄保罗用上帝所赐的智慧写信劝勉你们一样。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都谈到这事，他信中有一些难懂的地方，被那些无知而反复无常的人随便的曲解，正如他们曲解了其他的经文一样，结果是自取死亡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已经先知道这些事，就该防备，免得被那一些坏人用荒谬的言语把你们引入了歧途，使你们离开稳固的立场。你们要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，以及对他的认识继续长进。愿荣耀归于他，从现在一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基督徒应当要追求圣洁，成为无可指责的主工人，并且要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，才能够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新天新地。诗篇90篇，主啊，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居所。群山还没有被造，大地和世界没有形成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你是上帝，你叫人返本归根，你使他们回归尘土。在你的眼中，1000年如一日，就像过去的昨日，就像夜里的一根。你像洪水一般把我们冲走，我们的生命短暂如梦。我们像早晨发芽生长的草，晨间生长茂盛，
夜里凋萎枯干。我们被你的愤怒消灭，我们因你的烈怒惊惶。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，把我们隐藏的罪过显露出来。我们的岁月在你的震怒下缩短了，我们的生命像一声叹息消失了。我们一生的年岁不过到70，健壮的可能到80，但所得到的只是劳苦愁烦。生命转瞬即逝，我们都要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的愤怒的威力？谁明白你震怒的可畏？求你教我们数算我们的年日，好使我们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的震怒几时终止？求你怜恤你的仆人。每日清晨，求你使我们饱享你的慈爱，使我们的一生充满欢欣喜乐。你使我们遭受多少年日的苦难，求你也使我们享受多少年日的喜乐。求你让你的仆人看见你大能的作为，让我们的子孙看见你荣耀的威力。主我们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给我们，求你使我们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成功。求主帮助我们回到真理的道路，愿意与主同行天路，让我们谦卑顺服，愿意遵行主的诫命，行在永生的新道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